叔叔阿姨好，我叫罗大淼，是3月的男朋友。你们俩这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进展到哪一步了？什么时候领证？什么呀，还没那么快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狗肉啊，遇着喜欢的就坚决拿下。谈恋爱这种事情就得多多练习，实践才能出真知，你懂吗？安全措施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敬您。谢谢你们，把3月养得这么好。吃肉，快吃。妈，吃菜。叔加热。哎，好。还好吗？现在你的心情舒服点了吗？嗯，今天的馅儿好多，你咬一口，大口，是不是？还真是。你说宇航员在天上干嘛呀？科学研究、记录数据，还有带流浪的星星回家。来。来。